主计总处公布8月份的失业率是3.45%，比7月时阵增加嘛创最近一档来的新高。失业的人数是有41.5万个人，比7月份增加6000个人。主计总处是表示讲，8月失业率增加，除了有毕业生开始找头路，另外放无薪假的人数嘛变多这嘛显示讲对顶关税影响已经出现了。每一年8月，拢有不少大学的毕业生准备要出社会。根据主计总处的统计，国内失业率已经连续3个月加悬，8月份欠悬到3.45%。背后的原因包括毕业生投入工课场，互失业率加悬，也有关税影响嘛出现。如果今年的9月、10月出现异常的失业率，反而较8月、7月上升的话，那可能就是关税的冲击确实反映在台湾的这个就业市场。根据主计总处的调查，8月份的失业率唔但比7月份较悬，嘛是这1年来的新高。无头路的人数是41.5万人，比7月份增加6000人。遐若工时不足就业的人数有12.1万人，一个月增加4000人，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。若是为失业的年岁分布来看，20岁至24岁毕业生占12.08%，25岁至29岁占5.92%，30岁至34岁是3.26%。目前看起来就是说，整个的这个供应链是受到这个对等关税的一个冲击跟影响的哈。那这个订单的能见度实在是比较有限哈。那因此呢，在近期的未来，大概就业市场的复苏，乐观的成分不多。专家分析，那以目前外销主要的货品来看，高科技的产品也是占较大盘，传统产业的算是拖后拖。不过，因为咱国劳动市场是以中小企业甲传统产业占较侪，所抵关税对就业的影响，恐惊也会持续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